大家好啊，今日講個真係笑唔出嘅話題，長者防騙。唔好以為自己精明過人，騙徒專針對嘅就係最醒嗰啲。點解？因為醒目人通常都覺得咁低能嘅騙局，邊個會中啊？結果啪一聲，自己就中咗。好似周星馳講過，世界上最遠嘅距離唔係生與死，而係你明明有錢，但俾人一個電話呃到正反零。騙局一：假冒銀行或政府。電話一接通，你好，我係乜乜銀行，你個戶口有問題。聽到銀行三個字，阿伯即刻企正，仲以為自己升咗級做大股東。但記住，真銀行唔會打俾你叫你即刻轉錢。遇到呢啲情況，最佳應對就係唔聽、唔信、唔轉數。收線先係真正嘅 VIP 服務。騙局二：高息投資陷阱。投資5萬，年息12%，穩過定存。喂，如果真係咁筍，點解你仲要打俾我？你自己買晒咪發達啦！記住，高過5%嘅投資，諗3日先落手。唔係投資，係入局。騙局三：假冒親人急需錢。阿媽，我炒車啦，把聲好似仔女，但其實係 AI。呢啲時候唔好心軟，先打返原本個號碼問清楚。最好同仔女約定家庭暗號，例如食雲吞唔落芫茜，呢句騙徒講唔出㗎。騙局四：上門免費服務。我係電力公司，幫你換燈膽，換完燈膽仲幫你換埋銀行戶口餘額零。記住3個字，唔開門。真係有事自己打去公司問。騙局五：網上交友或中獎。恭喜你中咗 iPhone 27。你心諗咁啱嘅，我啱啱先換新機。醒下啦，免費午餐得嚟，通常都係落藥嗰種。3大保命法：一、3日冷靜期，所有嘢要即刻決定，就偏唔決定。2、信任3人組，凡涉及錢，至少問過仔女或老友先。3個救命電話：銀行熱線、防騙中心18222，報警999。總結：防騙4字真言：唔聽、唔信、唔急，問人。記住啦，你啲錢係1蚊1毫儲返嚟，千祈唔好俾人用一通電話就打包帶走。如果大家覺得呢條片有用，記得俾個 like，訂閱我個 channel， 冚埋個鐘仔，並且分享俾有需要嘅人，咁樣可以幫助老人家保住救命錢。今集就到呢度啦，我哋下次再見。